好，来继续来看这个中华职棒的冠军赛，拄啊来结束。为新庄、桃园一路到台中、甲台南的棒球场，拢有举办几啊十场的比赛，独独都是高雄的丁清湖球场，参一届的比赛拢毋捌办过。议员提出的质询，讲这相当的不堪，嘛浪费资源。接杀，比赛结束。 中华职棒统一赛经过7年，佫摕到冠军，伫台中洲际球场的球迷受够欢喜。这棒比赛的疫情有较回了，是拍甲真热，也有一个球场特别暗淡。站在投手丘上，这里是澄清湖棒球场，设备维护的相当好，但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中职一军在这里比赛过了。 最后一场中职一军的比赛已经是去年8月29的代志啊，无大型比赛当然就无观众。明明一年甲其他县市球场同款，伫个保养、维修甲人事费用，拢都要开几千万，就是无这帮的球队愿意去这个球场比赛。你看天母大整修，我们连分到人家的鱼羹都没有，没有主场的球团进驻，就整个区块就荒废在那边，对高雄而言是一个很不堪的事情。 运动发展局表示讲，实在是因为今年疫情影响，大部分的球队伫家己的主场比赛，才导致讲这个球场无安排到。今年原本排定的，那全部都打散了，那回到各自主场去。 丁清湖棒球场21年的历史，办过真侪场棒球的大型比赛，不过为二代西牛队离开后，高雄都无职业球队来啊。这好的场所，无多做更较好的运用。文化局目前嘛只能拜会各球团，明年比赛希望讲加安排伫丁清湖球场，想办法好高雄棒球搁热起来。